你知唔知有時人哋送禮物俾你，表面上係好意，但係實際上你可能正喺度幫緊人哋頂災，做緊墊背替死鬼，真係唔係嚇你。天下間邊有咁多大青蛙？隨街跳，表面上送份大禮俾你，暗地裏隨時吸開埋你全家嘅陽氣，令你成家人霉運連連。今次我一定要同你哋講清楚呢個自古以來嘅邪門秘密。我同你講，中國人送禮講究最多，啲老一輩嘅人，佢哋點解有啲禮物死都唔收？點解親戚朋友逆境時候送嚟嘅嘢，佢哋會推三阻四？係唔係佢哋無禮？係唔係佢哋擺譜？絕對唔係，係佢哋識，佢哋知道有啲嘢係唔能隨便收嘅。呢啲係祖宗幾千年累積翻嚟嘅生活智慧，唔係迷信，而係真正嘅警告。你想象一下，係香港有多少人同你講啦，我俾份禮物俾你，然後你就笑笑咁收咗，你根本唔知道呢份禮物嘅背後發生咗乜嘢嘢。佢送緊呢份嘢出嚟，係出於好心，定係有其他原因？係佢自己運氣衰，想個人兜底，定係佢故意要削弱你嘅磁場，好讓佢自己好啲？呢啲唔係你口講講就會知道嘅嘢。我同你講講傳統嘅故事啦。喺舊社會，有啲富人家突然間財運衰咗，開始試錢，點算呢？佢哋會怎樣做？就係會有一啲專門嘅做法。佢哋會將自己最貴重、最有靈氣嘅嘢，好似祖傳嘅翡翠手東、古董玉佩，或者係自己戴過、沾咗自己陽氣好耐嘅金飾，故意掉喺街上，或者係唔留意咁丟俾佢哋嘅下人或者奴僕。聽起嚟係不是咁奇怪，但係真係有呢回事。呢啲做法喺舊社會係幾普遍嘅，我都係睇咗啲族譜記載，同埋聽咗啲得道高人嘅講述先至知道。你知點解佢哋要咁做嗎？因為佢哋知道一個道理，就係物質唔止係物質，每一件嘢、每一件禮物都係有靈性嘅。呢個靈性英文叫 energy， 中文就係氣場或者磁場。你件衣服，你揸個銀鎖匙扣，你戴個手燈，呢啲全部都會吸收你身上嘅陽氣、你嘅運氣、你嘅能量。嗰啲邪門師傅，佢哋就係利用呢個原理去做啲陰險嘅事。佢哋會故意將自己衰氣最重嘅嘢包裝到靚靚，然後送俾你。你貪心收咗，無形中就會帶着佢哋嘅霉運。係佛教裏面呢樣嘢更加講究。有啲出家人同你講，你件物品即使係你自己嘅衣服，經過別人嘅手，或者係有人喺你唔知道嘅情況下對住咗呢件嘢講咗惡毒嘅說話，動咗惡毒嘅念頭，呢件嘢就會被污染。咁你再着上身，就等於係你自己去承載緊人哋嘅惡念。釋迦牟尼佛都講過類似嘅事，叫做念力。人嘅念頭係有力量嘅，可以改變物質，可以影響能量場。我同你講個真實案例啦。有一次我認識一個香港嘅生意人，佢係做金飾生意嘅。有一日佢個阿姐，一個住喺馬來西亞嘅親戚，突然之間發咗筆橫財，買咗啲好靚嘅珍珠首飾，特意郵寄翻嚟香港，話係要送俾佢做賀禮，話係祝賀佢生意好。呢個生意人就好開心，當着家人嘅面就戴上咗3個月之後，呢個人開始出事，先係佢嘅生意開始有客人投訴退貨，然後係佢患上咗一啲奇奇怪怪嘅皮膚病，睇咗好多醫生都搞唔掂。最後佢去問咗一個風水師傅，個師傅一睇到佢嘅珍珠首飾，個面就變咗。師傅話呢條珍珠項岩能量場黑到不得了，係一件害人物。後來呢個生意人去問翻佢阿姐，先至發現佢阿姐當時買呢啲珍珠係用咗一筆來歷不明嘅金錢，係一個失婚嘅友人想要將自己嘅衰氣轉移俾人，故意佢送俾佢阿姐嘅。
你聽完呢個故事係咪有啲毛骨悚然？但係呢啲嘢喺傳統社會入面係真實存在嘅。我都唔係話呢個故事100%真，但係呢種事件嘅邏輯同埋成因係完全合理嘅。所謂貪念就係人類最容易被利用嘅弱點。你見到人哋送份大禮，你心入面會諗乜嘢？咦，人哋咁有心，一定係對我好，或者咦，呢份禮物咁靚咁貴重，我好着數，你會即刻貪心，即刻想着我着數咗。但係你有冇問過自己，點解人哋要浪費時間同金錢去買份咁靚嘅嘢送俾你？係出於純粹嘅好心，定係有乜嘢隱藏嘅原因？喺佛教嘅因果論裏面，呢啲都係有講究嘅。無緣無故，人哋唔會無啦啦咁好心。所有嘅施與受都係有因果關係嘅。你收咗人哋嘅禮物，你就欠咗人哋嘅人情債。呢筆債有時候係會用意想唔到嘅方式，去還俾人哋嘅。有啲時候呢筆債仲會連累到你嘅子孫。所以傳統社會入面有啲禮物係最忌人收嘅，好似說你嘅親戚突然之間大難臨頭，可能係破產，可能係重病，可能係死人。呢個時候佢哋送俾你嘅嘢，你千早唔好收，因為佢哋送出嚟嘅嘢背後背住嘅就係呢啲衰氣同埋霉運。你一收呢啲嘢就會喺你身上生根發芽，你嘅家庭、你嘅事業就會開始被呢啲衰氣燃食。呢啲唔係迷信，而係傳統智慧嘅警告。有啲時候人哋會故意利用你嘅貪念，佢哋知道你見到靚嘢就會心軟，見到名牌就會失理智，見到貴重嘅東西就會忘記要思考。佢哋就利用呢個弱點，將啲帶着樂器、帶着徵咒、帶着業障嘅嘢漂漂亮亮咁包裝翻嚟送俾你，你受寵若驚，當住眾人面前就收咗。事後你嘅磁場就開始變咗，你個人開始衰氣籠罩，你嘅家庭開始有紛爭，你嘅事業開始有阻滯。呢啲嘢係有科學根據嘅。物理學講能量係唔會消滅嘅，只係會轉移。當一個人嘅負面能量特別強時，佢身邊嘅嘢都會被呢啲能量污染。咁你去接觸呢啲嘢，你自己就會被污染。心理學上呢啲叫做認知影響。當你知道一件嘢嘅來歷係邪門嘅時候，你嘅潛意識就會受到影響，你會開始變得焦慮、不安、衰運。呢啲負面嘅心理狀態會導致你做出更多嘅錯誤決定，最後就自我驗證咗呢件嘢係衰嘢呢個信念。所以係傳統社會入面拒收禮物係一種智慧。有啲朋友突然間送禮物嚟，你應該冷靜地問自己，點解呢個人要咁做？係咩原因俾到佢呢啲禮物？佢背後係咪有乜嘢不可告人嘅秘密？如果答案係我唔知，咁你最好就係禮貌咁拒絕，寧可失禮都好過帶着邪氣返屋企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避開呢啲邪門嘢，保住全家財運同健康，依家就即刻訂閱我，撳開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因為下面要講嘅第一樣最邪門、最千萬不能收嘅禮物，隨時你屋企依家就擺喺度，每日暗中吸緊你哋嘅陽氣。即刻聽我講落去。好多人以為買到嚿玉碌古董係賺到，其實玉係有靈性嘅，佢會記住前人嘅血光之災。你知唔知有啲古董係點樣流傳出嚟嘅？有啲係盜墓出嚟嘅，有啲係死人樓嗰度搬出嚟嘅，有啲係破產家庭被逼拍賣出嚟嘅。每一件古董背後都有一個故事，而呢個故事往往都唔係乜嘢好故事。我同你講個真實案例啦。香港有一個女仔，佢媽媽去古董市場買咗一條好靚嘅翡翠手東返嚟，係真玉，好質地嘅。然後佢媽媽就想着送俾女兒當做成人禮。女兒戴上身之後，3個月之內發生咗乜嘢？
先係皮膚開始難，去睇咗好多次皮膚科都搞唔掂，然後係開始失眠，夜晚睡唔着，成日做噩夢，再然後係工作出事，被人背叛，被人調撥，最後離職，成個人就係咁衰落落。後來佢媽媽去問咗一個風水師傅，個師傅睇咗幅相之後，第一眼就指着嗰條手冬話呢條嘢唔掂，然後師傅幫佢追查咗呢條手冬嘅來歷，原來係咩呢？係一個老寡婦，獨生仔係個斗徒，輸到一滾水，連媽媽嘅手冬都去賣咗。個老寡婦係咁怨恨，日日着住呢條手冬，邊着邊咒個仔。後來個仔俾人追債打到半死，個老寡婦就有啲心理陰影，一直到死前都係邊着邊藥邊詐咒。然後佢死咗之後，呢條手冬就被古董辦子收咗去。你見到冇？呢條玉係承載咗一個怨婦幾十年嘅怨恨、斬咒同埋死不瞑目嘅怨念。人哋帶上身，人哋嘅磁場就會被呢啲怨念入侵，係最開始。你可能只係覺得有啲衰運，但係耐咗呢啲怨念就會慢慢咁聞食你嘅靈魂，令你變得越嚟越衰弱，越嚟越無力。玉係最易吸納磁場嘅物質，因為玉嘅密度極高，佢喺地下埋咗幾百年、幾千年，吸咗幾十代人嘅靈氣同埋怨恨。古董木雕都係咁，特別係文人用過、摸過好耐嘅木物件。木係活嘅，佢會呼吸，佢會記住每一個人嘅手溫，每一個人嘅心念。你去摸件有幾百年歷史嘅木雕，你會感覺到好沉重，係唔係？咁沉重係來自邊度？係來自千年嘅陰氣同埋歷代主人嘅執念。而家好多人見人送古董、送玉器就即刻收，因為佢哋覺得值錢，覺得着數。但係你有冇想過？點解人哋要送你呢啲嘢？好多時候其實係人哋自己想脫身，人哋帶着呢件古董，日子過得好衰，就想着我要送俾人，用人去替我頂災。呢啲人，我叫佢哋衰氣轉移者，佢哋係有目無言咁行惡，靠住人哋嘅貪念，將自己嘅霉運轉移開去。所以如果有親戚朋友突然間送你古董，送你玉器，送你名貴首飾，你一定要謹慎。你要問自己，呢個人係咪最近出事？佢係咪最近破財？佢係咪最近有人死？如果有任何一樣，你就千萬唔好收，寧可得罪人都好過帶住人哋嘅衰氣返屋企。我再同你講第二樣最邪門嘅禮物，神像、佛牌同埋啲祭祀物品，呢個係特別危險。因為涉及到靈界嘅嘢，好多人以為收神像係好事，以為係人哋對你有善心，要護佑你。但係你知唔知一個神像如果冇正規開光，或者係俾人供奉唔當，供奉到最後棄置咗，入面嘅靈體係點樣嘅？我同你講啦，正規嘅廟宇開光係有導師同埋修行人親身引靈入像，但係你從某啲人手中收到嘅神像，不如知道佢有冇經過正規開光，有冇長期供奉，有冇俾人棄置過。如果一個神像長期冇人供奉，裏面嘅正神早已離去，剩翻下個空殼，而呢個空殼就會變成邪靈、狐仙或者鬼魅嘅寄生所，佢哋會喺裏面住着，日日夜夜咁吸收屋企人嘅陽氣。我聽過一個恐怖故事。有一個婆婆啲兒女唔孝順，冇人照顧佢，佢就靠到供奉神像嚟寄託。佢供奉咗30幾年，啲神像幾乎佈滿咗佢成個屋企。然後佢啲兒女死咗、病咗，或者衰運連連，到最後婆婆自己都患上認知障礙症，成日以為自己同神明講緊話。當婆婆死咗之後，啲兒女想着清理屋企，就將啲神像全部都送咗人，而收神像嘅人就開始衰運，有啲甚至係自殺身亡。為乜嘢會咁嚴重？因為呢啲神像已經唔係神像，而係怨靈容器。婆婆供奉咗咁耐，
經歷咗咁多嘅怨恨、侵怒、絕望，所有呢啲情緒都被吸收咗入去神像裏面。所以當人哋去收呢啲神像時，佢哋收嘅唔係神，而係執着嘅靈體同埋密集嘅怨念。特別係佛牌更加要小心。佛牌係泰國嘅東西，有啲高僧開光嘅佛牌確實係正嘅，但係市面上有啲根本係假佛牌，或者係俾人施咗邪法嘅佛牌。你見人哋戴緊，覺得靈驗，你就想像買或者收，但係你有冇問過人哋點解要送佛牌俾你？係咪佢自己大着唔靈，想要換人試試？係咪佢自己運氣轉差咗，所以想脫手？有好多時候，佛牌嘅靈驗其實係靠住吸收主人嘅陽氣，主人嘅氣越衰，佛牌就吸得越多，所以就好似越靈驗。但係當佛牌被送俾你時，佢就會開始吸你嘅氣。你成日戴着，你會發覺自己越嚟越疲倦，越嚟越無力。好多人會話係因為我供奉唔好佛牌啦，或者係我自己運氣差，但實際上係佛牌喺吸你。所以如果有人送你神像、送你佛牌，第一樣嘢係問清楚來歷，佢係從邊度嚟，佢曾經被邊個人供奉過，有冇正規開光。如果任何一樣嘢人哋答唔出，你就千萬唔好收，廢咗禮貌都好過帶着邪靈返屋企，日日同靈體同眠，喺自己屋企嗰度被吸氣。講到呢度，你哋不妨望下自己客廳或者睡房有冇擺咗呢樣嘢。如果有，快啲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或者打個有字，等我幫你睇下點搞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實用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轉發俾你最關心嘅家人，功德無量。最後我要講第三樣，可能係最容易中招嘅，帶有殺氣嘅利器，同埋帶有負能量心念嘅紀念品。呢樣嘢係好多香港人都會中招嘅，因為香港人送禮有時候就係隨便揀啲靚嘅刀具禮盒，揀啲剪刀，揀啲筆刀。但係你知唔知刀同剪刀喺風水上係最忌硬送嘅嘢？傳統民俗講送刀剪代表斬斷交情，更加恐怖嘅係刀係有殺氣嘅，特別係如果呢把刀曾經見過血，或者係被人用嚟傷害過人，個殺氣就更加濃烈。你將刀擺喺家中，特別係擺喺客廳或者睡房，你個家宅嘅磁場就會被呢股殺氣破壞。夫妻之間會開始有爭執，小朋友會開始容易受傷，甚至係會有血光之災。有啲刀具係古董，係古代兵器，呢啲刀係見過戰爭、見過殺戮嘅，佢上面沾滿咗陳年嘅怨念同埋死人嘅靈體。你帶咗呢把刀返屋企，你係將戰爭嘅靈體同埋無數死人嘅怨恨都帶返你屋企，點樣會好？但仲有一種禮物係更加陰毒嘅，就係帶有前人怨恨或絕望之地嘅紀念品。好似話有人去咗台灣，去咗啲自殺聖地、靈異景點，帶返嚟啲石頭，帶返嚟啲木頭，帶返嚟啲相機拍嘅相，呢啲嘢磁場係極其低下嘅。自殺聖地就係集中咗幾十年、幾百年嘅死人怨念，你去到嗰度只係拍個相，個相入面就已經被怨靈佔據。你將相擺喺屋企，你個屋企就變成咗怨靈聚集地。有啲旅遊紀念品係咪真係值得紀念？好多時候人哋帶返嚟嘅係某啲絕望地方嘅能量，人哋喺嗰度可能係心情好衰，可能係經歷咗創傷，可能係諗住唔使返嚟，呢啲負面能量都會被吸收到紀念品度。當你將呢啲嘢擺喺屋企時，你就係日日同呢啲負面能量接觸，日日都被吸氣。最恐怖嘅係有啲人係故意咁做，佢哋會去靈異地方，故意買啲紀念品，然後帶返嚟送人。佢哋知道呢啲嘢會帶嚟衰運，但佢哋自己唔敢擺，所以就靠咗送人嚟轉移災難。呢啲係真正嘅邪人邪行。
佢哋靠到人哋嘅冇知去坑害人，所以千祖唔好隨便收紀念品。有人送你古董、送你刀、送你神像、送你靈異地方嘅紀念品，你一定要問清楚係咩原因要送你，來歷係點。如果人哋答唔清楚，或者人哋嘅答案好勉強，你就即刻婉轉拒絕。講句老實說，無啦啦收個禮物，衰過一世衰。你家中有冇呢啲嘢？有冇古董玉器？有冇被棄置嘅神像？有冇靈異地方嘅紀念品？如果有，你要諗清楚呢啲嘢係點樣入嚟你屋企嘅。如果係人哋無意送嘅，你又要好心對人。但如果係有人故意脫手俾你，你就要當心。最好嘅做法就係當面銷毀，或者係送返去廟宇焚化，淨化能量。唔好自己喺屋企擺住，日日都係隱形陷阱。你哋有冇試過收咗禮物之後開始衰運嘅？有冇發現自己屋企嗰度有啲邪門嘢，但又唔知點清理？打低個求救，留言區見，記得訂閱我，下次會教你點樣識別邪門禮物，同埋點樣安全地清理屋企嘅負能量物件。好，跟住第二部分嘅節奏。我哋而家講返嚟，如果真係中咗，唔小心收咗呢啲替死鬼禮物，究竟應該點算好？首先，最緊要嘅一點就係唔好慌。你而家心慌意亂，四圍問人，甚至喺屋企成日疑神疑鬼，其實對件事一啲幫助都冇，反而仲會搞到自己越諗越驚，越驚就越容易招惹。仲有一樣嘢好緊要，就係千祈唔好因為呢件事而對送禮俾你嘅嗰個人心生怨恨，覺得佢係咪存心不良想害你。好多時人哋送嘢俾你，佢自己都唔知道嗰件嘢背後有咁多古怪，佢自己都係受害者嚟嘅。如果你因為咁樣就同人反面，心存怨恨，你嗰種親恨心一嘢生出嚟，其實就已經係幫緊個負能量加持，等於你自己都製造多一重業緣出嚟，到時就真係一環扣一環，越搞越麻煩。所以第一步，穩住個心，唔驚唔怒，先至係化解嘅開始。咁好，如果真係想具體處理，應該點做呢？我哋分開兩種情況同大家講。第一種情況係嗰啲來歷唔明嘅神像、佛牌、符咒呢類有靈性嘅物件，呢啲嘢千祈唔可以求，期就掉落垃圾桶算數。你諗下，人哋做開發事嘅嘢，你話掉就掉，萬一件嘢真係有嘢上身咗，你咁樣做，等於冇俾翻一個尊重佢嘅機會，隨時仲會激嬲埋佢。好心做壞事，正確嘅做法係揾翻正規嘅寺廟道觀，恭敬咁攞去交俾出家師傅或者道長，等佢哋用翻專業嘅方法幫手處理化解安置。呢個過程唔難，你只要打電話去附近相熟嘅廟宇問下，好多師傅都會好樂意幫你嘅。記住，態度要恭敬，唔好一副掟俾你嘅感覺。你可以講聲多謝，就當係幫呢件物件，幫嗰個曾經依附喺度嘅靈體，都做翻一件功德事，等佢都有個好去處，早日超脫。第二種情況就係嗰啲冇咁猛，但係磁場唔知點解就係唔靚嘅嘢，好似古董啊、舊衫啊、二手嘅擺設呢類，呢啲嘢通常唔一定有靈體上身咁誇張，但係因為經歷過太多前手，可能沾染咗一啲唔乾淨嘅陰氣或者負能量。呢種情況，我哋就有幾個比較簡單喺屋企就做到嘅方法。第一個方法係用粗鹽水清洗。粗鹽喺好多傳統智慧入面都被認為有辟邪、吸走負能量嘅作用。你可以攞一盆水，落翻幾湯匙粗鹽落去攪勻，然後將件物品拎去浸洗一下，洗完之後用清水沖翻乾淨，抹乾。如果件嘢唔方便沾水，例如係布料衣物，你都可以喺件衫附近攞個細碗裝粗鹽水，擺喺件衫隔離1-2日，都有一定嘅淨化效果。
第二個方法就係借助太陽嘅陽氣、陰氣呢樣嘢，最怕就係猛烈嘅陽光。你可以將件物品擺喺當眼通風、有陽光直射嘅地方，連續晒佢7749日。呢個7749唔係求其講講嚇，喺好多傳統法門入面，呢個數字都代表住一個圓滿嘅週期。等件物件有充足嘅時間，慢慢將啲陰毒之氣逼走，回復翻乾淨嘅磁場。不過講到最尾，如果你已經試咗以上呢啲方法，件物品攞喺手度，你嘅直覺、你嘅感覺依然係好唔舒服，成日覺得心口翳住，或者屋企人一見到件嘢就唔多開心。咁我勸大家都唔好再猶豫，果斷掉咗佢。你可以將件嘢用乾淨嘅紙或者布包好，帶去一啲比較少人、有泥土嘅地方，深深埋落去，等佢返歸大自然，等大地嘅能量慢慢將佢化返做塵土。呢個做法其實都係一種放下同尊重，唔係求其亂鋪，而係好好咁同件嘢講聲再見。好，講完咗呢啲實用嘅自救方法之後，我哋不如將件事諗深一層。其實呢，講到尾呢一集，我哋成日提到嘅替死鬼、風水物品、陰邪磁場呢啲嘢，真係咁恐怖咁無敵，去到冇得救咁誇張咩？我哋喺寺中嘅智慧入面，成日都會聽到一句說話，就係一切唯心造。呢句嘢嘅意思係話，你眼前呢個世界，你所感受到嘅一切吉凶可福，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由你自己顆心去決定、去投射出嚟嘅。咁你可能會問，咁點解啲風水嘢替死鬼嘅磁場又真係可以傷害到人呢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因為呢啲外在嘅陰邪之氣之所以有辦法入侵你、傷害你，正正就係因為你自己顆心本身已經有一道裂縫。呢道裂縫係乜嘢嚟㗎？就係你心入面嘅諂念，你嘅怨恨，你嘅恐懼，仲有你嘅愚癡。你自己心入面已經有咗呢啲陰暗嘅嘢，外面嘅邪氣先至有個入口，可以趁虛而入，同你心入面嗰啲負能量產生共鳴，然後越搞越大，最後就變成你所謂嘅寒衰運撞邪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成日心存善念，做人唔貪心，唔記恨，少啲恐懼，多啲智慧，日日修行，反省明悔自己嘅過錯，廣結善緣，多啲幫人，多啲做好事，你知唔知會點啊？你成個人嘅磁場就會慢慢累積出一種好強大嘅正陽之氣，同埋修行帶嚟嘅功德金光，成日籠罩住你成個人。呢種情況之下，就算有人真係唔知就裏送咗件陰邪嘅嘢俾你，你都唔使驚，因為你自身正能量已經強大到一個點，你件物品負面嘅磁場一接觸到你，就會即刻被你嘅光明能量同化，消散於無形。佢根本冇任何辦法可以傷害到你分毫。所以啊，各位朋友聽到呢度，我相信大家心入面已經有咗一個好清晰嘅答案。真正最強大、最貼底嘅避坑防身法，唔係成日提心吊膽咁去防人，防呢樣防嗰樣，成日疑神疑鬼，將自己搞到好緊張。真正嘅修行係要翻轉頭，好好咁修煉你自己嗰顆清淨心。你心清淨咗，氹氹痴慢慢放低咗，你自然而然就會由內而外散，發出一種安穩光明嘅氣場。到時候任乜嘢陰邪嘅嘢都近唔到你身。所以記住呢句說話，守護好自己粒心，唔貪唔親唔痴迷，人哋自然而然就揾唔到你去做嗰個推背嗰個替死鬼。呢個先至係我哋今日呢集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核心道理。如果你聽完呢集覺得有啲少少啟發，又或者你都想你身邊嘅家人、你嘅老友記，大家都可以一齊平平安安，遠離呢啲邪門古怪嘅嘢，唔好失底做人哋嘅替死鬼。記得依家就手指一佛，
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下。呢個小小嘅動作，隨時就係幫你屋企人擋咗一個坑啦。仲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，都唔該即刻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，仲要記得撳埋個讚，好等更多有緣人都可以睇得到呢啲內容。我哋日後都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分享最地道、最貼地、最實用嘅人生智慧同埋避坑心得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祝福大家全家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、福氣滿滿。